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政府一直推動居家安老同埋智慧社區，鼓勵社會各界善用科技，提升長者生活嘅質素，減輕照顧者壓力，共建長者友善嘅社區。由香港特區政府同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嘅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GIES 踏入咗第9屆㗎啦，將會喺11月20號到23號喺灣仔會展舉行，展出近1000款創新科技產品同埋方案，涵蓋咗 AI 人工智能、機械人、智能健康監測同埋康復訓練等範疇。今年博覽設有3大特色主題館，並且雲集咗超過270個參展嘅單位，同時係匯聚咗嚟自中國內地、北歐、澳洲嘅展團，聯通各地喺創新科技同埋社會服務領域嘅交流協作。其中 AI 智慧樂齡新未來主題館就從智慧安全家居、科技共融社區、照顧同埋復康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咁樣支援長者、照顧者同埋需要康復照護嘅人士，以便佢哋獲得更安全、更獨立、更有尊嚴嘅生活。而重點嘅環節銀髮高峰會將會喺11月21號實體同埋網上同步進行，主題係構築樂齡科技活力經濟生態圈，本地、灣區同埋國際共同發展新視野，雲集咗多位專家講者，探討喺銀髮經濟當中嘅新機遇。除咗政府同埋社聯合辦樂齡科技博覽之外，今年社聯同步自行舉辦依任務樂齡科技租賃網購平台交易會嘅試點活動，展示重點推介嘅產品。公眾同埋業界喺交易會參觀嘅時候可以透過依任務平台選購心水嘅產品，即場取貨帶返屋企，真正做到見得到、買得到，將樂齡科技帶入屋。交易會融合咗線上線下新嘅體驗，與合作夥伴攜手推動銀髮經濟發展。我好高興見證社聯作出新嘅嘗試，令樂齡科技盛事更多元化。我鼓勵大家善用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贊助、社聯營辦嘅依任務樂齡科技租賃網購平台，瀏覽以及選擇本港同埋內地嘅樂齡科技產品，例如智能家居、復康同埋行動輔助以及照顧者支援產品等等，讓科技成為社區照顧同埋復康訓練嘅好幫手。等我哋一起善用科技，攜手推動銀髮經濟，為長者同埋殘疾人士打造更安全、更便利同埋更有尊嚴嘅生活環境。